这个弄死人的少年呢，是偷驶着外公的车来弄破3个家庭。再去伊的爸爸甲律师到内湖分局配合着警方来问笔录，然后用过失致死罪，甲这个少年呢移送侦办。因为伊已经超过14岁，搁来犯下着5年以上的罪，情节重大，移送着检方来侦查。伊的外公是车主，嘛连带方函送侦办，要查看是毋是有保管车疏忽的责任。普色车停伫条仔前，车头害了引擎挂变形，就是这台车和一个15岁少年囡仔无驾照偷驶出去，造成3死的悲剧。透早，少年囡仔辩护律师出现伫内湖分局，少年囡仔家属无到位，不过未成年的少年囡仔犯刑事案件，依照《少年事件处理法》，12岁到18岁未成年者，法官会使看情形，才决定敢要进入开庭审理。审理了，就使开始执行保护处分，包括训诫、保护管束、安置、辅导、甲感化的教育。若是已经满14岁，犯的是上轻刑度5年以上者，以这个少年人涉案的情形，移送检察官侦办。今日一暝，这个少年囡仔老爸嘛有赶到派出所，那这个少年囡仔将会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少年法庭，即包括因外公车辆无合法保管，嘛通知到案依照过失致死罪函送，亲人恐惊拢会为这个少年囡仔所犯的罪是着连带处分。只有在这个外祖父是明知这个孩子他要驾驶这辆车辆，并且知道他未成年无法安全驾驶这项车辆的时候呢，才有过失致死罪成立与否的讨论余地。未成年的人犯同罪，就算未来被判有罪，依然有可能减刑。偷驶车夺走3条人命，未成年犯罪证据又搁引起讨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